財神到，好心得好報。財神話，揾錢依正路。財神到，好走快兩步。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。合府慶新歲，喜氣盈盈，齊賀你多福蔭，壯健強勁。又祝你今年慶樂榮升，朝晚多歡笑，感受前程。願夫婦恩愛，體貼入微，成日有吉星照，百事無忌。同親友相見，話各位，今日係2026年2月20號，亦係馬年嘅大年初四。首先，我恭祝各位事事順心，身體健康，馬年行大運。上個星期我就叫大家估下喺嗰個水樽後邊趌咗個人頭出嚟係邊個啊？其實嗰個就係曾志偉。佢點解會喺後邊趌出嚟呢？係冇原因嘅，因為嗰時佢喺現場度又做監製啦，冇嘢做，無端端啊整個鏡頭喺度玩下啫，咁啊整咗個恐怖神秘人出嚟，真係認真無厘頭啊！而家仲係過緊年啦，所以呢，我今日就唔講電影住，我就想將過去嗰3年我過年嗰時出嗰啲片再同大家重溫一下，但係我實在呢，就係2022年8月嗰時去旅行先至正式玩 YouTube， 所以呢，我第一條片過年呢，就係2023年嘅農曆新年嗰日，我拍片出街呢，就係1月好似21號，係年三晚出街嘅。但係嗰時我真係乜都即係唔識玩 YouTube 啦，所以呢條片係真係冇乜意思。嗱，我哋睇睇。2024年2月10號就係大年初一，我就去咗 Half Moon Bay。呢係2月10號，2024年星期六，大年初一。我哋而家呢就去半月灣，即係 Half Moon Bay啦，咁啊去行個大運。好，我哋開車。今日係星期六。沿途都唔會太塞車。喺類似嘅鄉間環境，感覺都係幾寧靜嘅。喺呢度啦，一齊行啦！呢間就算做係購物中心啦。Ticket Office 係賣咩票呢？原來佢哋有啲漁船係俾人呢上船出海去釣魚嘅。以前呢，我都會同朋友嚟啲 party pool 出海釣魚嘅。要朝早大概5點鐘到呢，就喺市區開車啦，開到嚟呢度大概6點鐘到，然後呢就買船票，等上船，上船呢就開船，大概6點零7點之前就會開船噶啦。但係呢，
因為呢個出邊咧唔係好大浪，但係嗰啲叫做湧啊、暗湧啊，所以咧就每次嚟咧真係哇嘔到咧又唔使食晏晝飯，然後咧直情要黃膽水全部嘔乾嘔淨咧，先至可以咧舒服啲。但係每次嘔完咧奇怪啦，就咧釣到冇咁大條，但係咧我都唔知係咪我嗰啲黃膽水醃死啲魚定係醃暈啲魚先上鈎，但係無論如何咧，每次都有收穫嘅。我哋去海邊睇下啦，呢度有啲獨木舟係租俾人玩嘅。呢度啲船朝早就出海打魚或者捉蟹。嗱，B7嗰個阿 Barbara 咧，佢又有大蟹賣啦。終於都買咗2隻蟹，總共係4磅10安士。而家咧就要醫肚啦，而家咧就返屋企啦，下次再玩過。大家睇下呢個海灣似唔似一個半邊嘅峨眉月？舊年1月29號先過年，但係我1月26號出片，所以嗰條片咧都係講電影嘅。我哋重溫一下。今日係2025年1月26號星期日，仲有3日咧就係蛇年嘅到嚟，所以我喺度恭祝大家蛇年行大運。喺2個星期前，邊緣人嗰條片有位觀眾阿 Miko 佢留言喎，佢話我拍嘅衝擊21開高卡啊，或者風血啊，我同林迪安打交嗰啲戲咧都好精彩喎。咁希望我可以即係揾翻啲資料播片出嚟啦。咁我今日咧就揾到風血我同林迪安打交嘅場面，就等大家睇下精唔精彩先。即係收晒工噶啦喎，你嚟做咩啊？嚟揾你！你做咩打人啊？後邊有啲比較唔吉利嘅對白啊，或者畫面呢，我就全部 cut 晒佢，咁就條片到呢度。今日條片到呢度就結束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講電影。拜拜。